点点空空的禾下先生。寒天未到來前，有當多條路愛走哦，愛一批好較盤的衫褲。我出門了。行愛先同步嘅站好來，每愛先一批好當多識嘅東西，大家都當無限出題。禾下先生，禾下先生。嘿，禾下先生啊，雖然在一隻腳踢，啥都好做點點空空的事情。寒天來呢，雪緊落緊太，大家都愛辦活呢。腳腳行到腳了誒。禾下先生。我冇想過，你一度想下，我停定就會停到你一度。在一隻腳嘅禾下先生，田太教唔到。來，我來做盤橋下下。哦。來，叫我入來。實在很寒咯。我依批當多，唔是講我唔拉屎。條條冇聽腳腳那一本禾下先生。好。安子說，寒天愛當久則會講，大部分嘅時間，大家單單都嘅睡夢，是講沒有睡唔落覺嘅時節。來做到嘅無咁樣嘅事情好咧。沒有，哎呦，真嘅會被嚇死。啊，還有當到，唔知講哪？一齊奉茶嘅省咧。好巴水。禾下先生稍稍笑，按多生，估計寒天就起價多咧。